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野狐禪一字之差。話說禪宗歷史上有一段好震撼嘅公案，叫做野狐禪。從前百丈禪師開壇說法，每日法會入面都有一個陌生長者默默坐喺度聽法，聽完就靜靜雞走，從來都唔出聲。直到有一日，法會散咗，佢留低唔走，百丈禪師就問：你究竟係邊位？長者先至講出真相：我其實唔係人，係一隻野狐。好早之前，我都係一位修行嘅長老。當時有人問我：大修行人仲會唔會墮落因果？我當時好自信，好肯定話唔落因果，就係呢4個大字錯咗一字，令我變成野狐，輪迴咗500世。聽到呢度，你會唔會覺得好驚？一句說話，一字之差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場。長者求百丈禪師，請師父為我指正一句，等我脫離狐身。百丈禪師話：好，你再問多次。長者再問：大修行人仲會落因果嗎？百丈禪師一字一句好沉好有力話：不昧因果。就係呢一句當下驚醒，長者即刻大悟，話自己已經脫去野狐之身。第二日，禪師帶住弟子去山後，真係見到一隻過咗身嘅野狐，衣禮火化。點解差一個字，差天共地？不落因果係話我修行好高，因果管我唔到，我可以唔理因果。呢種心態其實係傲慢、執着、否定真理，所以墮落。不昧因果係話我更加清楚明白因果，唔糊塗，唔欺騙自己，唔逃避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敬畏因果，守護本心。呢個故事其實講緊你同我。好多人以為學佛修道就係好瀟灑，乜都唔理，乜都冇所謂。其實唔係，真正嘅修行唔係擺脫因果，而係不再糊塗活着。你一念狂妄，以為自己超然物外，其實已經墮入迷障。你一念清醒，明白凡事有因有果，步步踏實，心有敬畏，先至係真正解脫。一字之差，一迷一悟，一生一死，一天堂，一地獄。